古文的智慧哈，为正批第八段哈，注释哈，有书地主学记录，有酒诗先生传啊，呀，这种足有智慧啊，孔子讲有代志地主学记录这知影啦但是后壁这伊讲伫一个足专制集权的遐农民生活安尼足痛苦的一个人就去自杀轻生结果无死，因为伊食迄个毒药迄个药是假。规庄的人都办一道，办几啊道啦，找草的请伊食饭，即摆食一个，足侪人死翘翘，因为酒则是假，所以我拢嘛甲朋友讲，也是讲甲遐学生讲，后回恁遮即马后摆若出社会，若要自餐啉烧酒，若毋敢确定烧酒是。会当啉，还是袂当啉呢？你请老师去啉，老师啉了若袂安怎你着读较放心啉你看，人孔子讲2000几年前，人着甲你讲出来好，为政这篇第4节注释50有5字之有客，30字立，40字不特，50字知天命。60字理顺，70字将心所欲不无故这孔子讲有个人就甲创一个笑话吧。伊讲孔子讲收学费的标准，报名费15块，30字立若30块。徛咧听课，若一个月40块，我还你讲甲呢，足清楚袂定拿。若50块甚至我读预告你马仔考试的命题。若读迄个60块，立迄个60块除了这以外，我还佫甲你讲甲互你安尼听甲听甲啪啪足顺的啦，足爽快啦。你若一个月70块你要来上课也好，毋来上课也好啦，我甲你保证你考到大学啦，无问题啦，就孔子讲这笑话啦大家不要当真若这若读的嘛足熟悉，注释有汇入低之何？低之为低之，不低为不低是低呀！这互因一寡学生去叫做绕口令啦过来，这嘛是注释低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讲低之者。不如好一只，好一只不如龙一只这种笑话啦你若即马今年9月开始要教高中的国文可能若有这段的款你用安尼甲讲，也是头仔讲遐迄囡仔听甲耳仔啪啪一定要甲你要上你的课啦